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這個滬指罕見的走了一個9連陽，連着拉出了第9根陽線今天雖然這個盤面上看，這個滬指走的是很勉強很乏力震盪，到了下午跳水，尾盤又人為的給它拉回來刻意制造了一個9連陽。這個9連陽明顯是很乏力人為操縱的痕跡非常明顯，所以今天這個指數漲跌不一截至收盤，滬指漲了 0.04%， 深成指跌了 0.49%， 北證指數跌 0.45%， 創業板指數跌 0.66%， 科創指數也是漲了 0.04%。滬深兩市成交額 2.1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少了200億。怎麼看怎麼有那麼一點放量滯漲的意思，漲是漲不動了上一個陽線也很勉強，3130只股票下跌，1979只股票上漲，對金融消費者來說又是只賺指數賠了錢的這麼一個交易日，指數又到了4000點了這附近，但是金融消費者的口袋錢包是越來越瘪，現在價格低於2440點的股票有1529家，可見這個賺錢效應很難的，也就是說你要是買中了這1529只股票的話，持有1年你恐怕一直在賠錢，你跟這個牛市無關了。這個高盛他發了一個分析報告，叫從2025年中國股市得到的10大關鍵啟示。隨着這個2025年接近尾聲高盛於2025年12月發布了中國股市研究報告，梳理出從股市中總結的10條關鍵經驗。哪10條呢？第一條說連續2年正回報，慢牛行情或許正在醞釀。第二個是貿易端表現優於財政政策不及預期的影響。第三個，人工智能改寫中國科技股格局。第四個，中國的全球化儘管貿易逆風依然穩步前行。第五個，居民仍在消費，但消費結構與以往不同。第六個，通脹成焦點，反內卷重燃再通脹的希望。第七個是“15+5”規劃或重塑投資者對中國股票的5年布局思路。第八個是中國資產具備投資價值，內資持續活躍，外資對中國股市興趣升溫。第九個是中國資產多元化價值充分顯現，對境內外投資者均具吸引力。第10個是風險仍存，但政策托底已降低了極端下行的風險。這個是高盛對中國股市風險溢價邏輯一次系統性重估。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這篇報告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中國股市正在從政策驅動到情緒驅動，最後到估值驅動，叫左側修復行情，過渡到盈利驅動，到結構驅動，到配置驅動，右側慢牛階段。這個高盛也不容易變着花樣的在吹胡適也不容易這個滿滿的求生欲我們還是看看咱們中國的專家是怎麼看的這個中國證券專家劉繼鵬，他認為咱們 A 股可以搞一搞 T+0。大家看視頻A 股如果實行 T+0 對散戶有哪些好處？現在我們的 T+0 實際上你約束不了量化寬鬆的機構他們可以融券而且他們還可以在期貨市場上做空，所以 T+0 对他基本上没有約束力，只約束的是散戶。但是我們的散戶呢，坦率講，現在的監管部門為什麼跟散戶總想不到一塊去？比如說我們的科創類的板塊都有50萬的門檻，那監管部門設這個是說，哎呦，那地方風險大，所以你得有錢你才能去，你低於50萬我不讓你进，我的目的是保護你。可是散戶不這麼認為若是中國下一步培植高科技，那高科技裡邊有很大的機會你不讓我去買，我虽然48萬45萬我進不去，使我丧失機會。 T+0 也是，為什麼不搞 T+0 呢？因為國際上大部分國家都是 T+0， 當然它也不是双向平衡的，就是說你如果今天賣了股票，你还可以買別的股，這個是 T+0， 但你如果是買了股票，你想當天賣是不行的。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只約束了散戶，它約束不了機構，所以大家說很多國家都把這一條砍掉了。我也是這樣的主張，能不能讓市場試一試？我們就搞 T+0 試一試，
散户谁有風險，我們多宣傳規避風險，而不要在權責上就設置一個門檻。你說我不願意讓你投機天天做，這是你的一種願望。可是這種我當天買入覺得不好，我賣出止損，這也是對我的一種保護啊。所以你說投機這裡邊還是散戶要保護自己，我覺得保護的因素更大。說不定試一試，監管部門你為什麼就非守着 T+0 呢？你試一試 T+0，反過來思維 ，T+0 對我們監管部門有什麼壞處？分析分析吧，可能分析完之後你就發現可以一試。因此我是堅決主張把最近的这个量化的問題、大股東減持的問題、T+0的問題通通解決，這樣的話就能確保明年順利。因為中國不是缺錢啊，現在利息都降這麼低了，理財那兒又處處暴雷，大家這160萬億誰不希望增值啊？為什麼都是你們散戶單幹，你們不找機構？機構如果能夠幫助我有較好的收益，我當然願意找了，這是完全一個市場的行為啊。問題是機構現在的改革還沒到位，儘管我們已經看到監管部門在改革機構的薪酬激勵制度，這種制度到位了，約束着它，只有給你的客戶掙錢了，你才能拿到較高的收益。你不能說你給大家賠了300億，這個團體卻拿了33個億暴富，這種時代絕對不能容忍，這會把整個中國經濟都毀掉的。所以 T+0的問題，我想應該一試。其實我也是支持T+0的，但是我支持的邏輯理由跟劉繼鵬不一樣。劉繼鵬是說 T+0呢會給散戶帶來機會，我認為實行 T+0呢可以更快的叫去散戶化，這樣讓更多的散戶趕緊從這個資本市場消失，他們被迫這個找機構，也就是他們通過基金吶，對吧，或者其他的理財方式或者私募，就間接參與胡適，而不是自己直接來。散戶你自己直接參與胡適，那就被那些量化機構收割，尤其是 T+0，那會死得更快，對吧？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個萬惡的美帝美西方資本市場剛開始都是散戶市場，就資本市場剛開始一般都是散戶。為什麼美西方現在散戶少呢？對吧？散戶只佔30%或者20%，機構佔主力呢？就是經過這麼多少年的這種殘酷的這種收割散戶沒了，散戶自己知道自己不行，所以他通過這種，對吧，機構通過基金來參與資本市場，讓機構跟機構之間博弈去廝殺。那咱們為什麼散戶多？散戶到現在，對吧？咱們證券市場搞了30多年了，為什麼散戶還這麼多呢？還是以散戶為主，對吧？咱們機構還散戶化。現在是國家隊社保基金，還有一些保險資金，他們扎堆兒，感覺好像那風格，所以有點這個回歸機構以往那個基金那都是散戶化，操作跟散戶是一樣的。那為什麼這麼長時間咱們還是以散戶為主呢？反過來把機構都逼成散戶化，就是因為第一個就過度保護散戶，但是散戶化不領情，對吧？散戶認為我也需要個大鐮刀跟着機構對抗，我這鐮刀小了點，武器差了點，對吧？現在用這個叫冷兵器，這個散戶覺得自己吃虧，咱們用這個現代武器、現代化的工具。這第一個就是我認為是咱們實行 T+1是保護了散戶所以現在散戶這麼多。第二個就是劉繼鵬說的，咱們以前的機構太不像話，那基金對吧，旱澇保收，有的這個股票基金賠的比散戶還厲害，說不過去。但是呢，基金公司基金經理那賺的是盆滿缽滿。那你說還有各種，對吧，這種違法犯罪的活動在裡面，這些基金替那些莊股、替那些做莊的接盤站崗，這不是咱們編造的，對吧？這個很多基金經理都被抓了，法院判決，對不對？這個判決的有很多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去明知這個股票是莊股，他高位接盤，然後這個做莊的給他輸送利益，拿股民，對吧，財產去接盤。正因為這個機構發展這種畸形，所以咱們散戶他也不相信機構，這就導致咱們30多年了，這個還是以散戶為主。所以我也支持趕快實行 T+0，叫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機構，對吧？要把機構重新建立起來，讓大家買基金買這些私募，你要放心，基金私募的職業操守、道德規範你怎麼監督？這樣的話，散戶越來越少。實際上 T+0咱們以前實行過，炒股年頭長的應該記得，我記得00幾年吧，那時候不有權證嘛，對吧？在權證交易這塊就是 T+0權證跟股市是一樣，就在股市对吧？滬市還有深市推出各種權證那不就 T+0嗎？那權證多刺激因為我為什麼印象深刻呢？
我買過權證，就是 T 加0，对吧？你现在把它卖掉，马上买，买了之後馬上就可以賣，你只要看有利潤啊，隨手就把它再賣掉，那交易多刺激啊！那為什麼現在權證還沒了呢？也就是它過於刺激啊，所以我倒是覺得啊 ，T 加0完全可以實行，這樣的話加快散戶啊，叫去散戶化。散戶不覺得 T 加1是對他的保護啊，散戶認為你 T 加0是把我的手腳給綁住了。為什麼我說這個散戶太多導致滬市它漲不上去呢？大家記得去年吧，對吧？去年年底爆炒什麼7個葫蘆娃，這下好了，這個媒體報道啊，叫12月28日，海南葫蘆娃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ST 葫蘆娃，發布公告稱啊，公司於12月26日收到中國證監會下發的立案告知書，因公司及公司董事長劉錦平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證監會決定對公司和劉錦平立案調查。劉錦平為 ST 葫蘆娃董事長、實控人之一，曾因未及時披露2024年業績報告，受到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通報批評。就這麼一個公司啊，可以說是劣跡斑斑。那散戶炒起來，那依然是連拉幾個漲停，這就是散戶主導的市場，它就是這樣。因公司2024年內部控制被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否定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也就是說明這個 ST 葫蘆娃它内控失效，一個上市公司內控失效，那你说意味着什麼？4月30日，公司 A 股股票简称由葫蘆娃变更為 ST 葫蘆娃。8月 ST 葫蘆娃再次收到上交所紀律處分決定書，原因係公司多期定期報告財務數據披露不準確，涉及金額較大，更正比例較高。上交所對公司及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劉錦平、時任財務總監於慧宇已通報批評。我想一想啊，這個散戶炒葫蘆娃就覺得有意思啊，也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爆炒葫蘆娃，7個葫蘆娃就7個漲停，一個葫蘆娃一個，太瘋狂了啊，太瘋狂。但是難道僅僅是這個 ST 葫蘆娃造假嗎？這又是批量造假啊！這個財經網報道啊，說5家公司被證監會立案，5家公司因涉嫌信批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除了這個 ST 葫蘆娃啊，還有一個叫什麼派瑞股份、ST 禪源、什麼大業智能、真雷科技都一樣啊，都是因為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實際上就是財務造假。你看現在處理都批量處理，這滬市裡面財務造假根本就抓不完呢。你說你怎麼炒？你還長線投資，長線投資說不定你投的那個它就是財務造假，哪一天它退市你也不知道，對吧？突然被點名立案調查，後面是退市。短線投資吧，那不就變成猴市嗎？追漲殺跌。咱們最近這2天比較熱的板塊是商業航天，是吧？也不知道為啥啊，商業航天突然爆發，這個邏輯上也說不通，但是沒辦法，這炒作就是這樣。商業航天板塊上漲導致啊，很多上市公司自己都害怕了。A 股多隻大牛股提示風險。航天發展發布異動公告稱，2025年前3季度，公司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負的4.89億，也就是前3個季度啊，賠了將近5個億，虧損5個億。因此，公司股票市盈率為負，2級市場交易和估值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股價短期內連續上漲，存在市場情緒過熱、非理性炒作風險。上市公司出來，對吧？揭示風險，我沒有想象中那麼好。我這今年前3季度是虧損5個億。說到虧損啊，我們再看看這國家統計局啊剛剛公布的1到11月份全國規上企業利潤，這個不能用慘來形容啊，那叫特別慘。據國家統計局公告，1到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6286.6億元，跟去年比啊，今年1到11月份，對吧？就是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利潤總和66000億，跟去年同期相比漲了0.1%，这個數字好還是不好呢？我 GDP 說反正是5%，對吧？咱們可支配收入也漲了5%，反正對吧？你要這麼一比，規上工業利潤這個漲幅是不是就不達預期啊？雖然說漲了0.1%啊，沒有下降。1到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0083億元，同比下降1.6%啊！你看啊，國企利潤還下降了1.6%，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
潤總額49565億元，下降0.4%，什麼意思啊？這些上市企業啊，股份制企業就是上市企業啊，也主要是上市企業啊，咱們不能說都是，主要是上市企業，賺了不到5萬億，比去年同期下降0.4個點。那你說這股市漲了個啥呀？那股市還能漲1000點，靠什麼漲？利潤根本就沒有漲，對吧？這是國家統計局給他說啊。那誰漲了呢？这不咱總的綜合下来，還不是漲了0.1%嗎？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實現利潤16353億元，增長2.4%，就外商拉動了，對吧？利潤增長2.4%，所以把這個國企還有上市公司的下降給它抹平了。這是1到11月份，單說11月份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3.1%，就是11月份啊，比去年11月份相比，利潤是下降了13.1%，什麼概念？斷崖式下降。這不是說咱們韭菜覺得經濟形勢不好，这些規模以上的企業也感受了這個寒冬了。到了11月份，利潤下降13.1%，這什麼概念？所以說股市啊，指數牛市很有可能，對吧？因為它已經被操縱了。這個國家隊、主力、社保基金、保險資金堆積在那個銀行股，還有這個金融板塊，還有中字頭的，這些對指數影響很大呀。你看今天就是啊，本來是要跌下去的，对不對？收陰線，結果尾盤一拉，哎，又收了一個陽線，九陽神功練成，那已經被操控了。所以說指數牛市完全有可能。但是啊，你看就这個利潤狀況，拿什麼支撐呢？那不就是沙灘上建高樓嗎？隨時會垮。這是國家統計局給的數字啊，11月份咱們規上工業利潤下降13%。你說利潤一下降，那不就是意味着啊，最簡單的就是是不是這些企業的職工工資就要降，獎金要降，這沒毛病吧？年終獎、季度獎都得降，不就收入下降嗎？不裁員就算好的。不要看咱們有那麼多上市公司，那麼多中字頭的企業，那麼多銀行，我們賺錢還得靠外資啊。外資為什麼能賺錢呢？所以問題就在這兒啊。那人家有一個有專利有技術，第二個人家他的海外有市場，對吧？在你這生產，人家邁向全球。你比如說那個沈陽的寶馬，對吧？在沈陽生產，但是人家是邁向全球啊。你比如說特斯拉，对吧？在上海生產，人家也是到處賣啊，全球。咱們的企業啊，中字頭的央企、國企，再加上民營企業，看着熱鬧，生產特別多，花裡胡哨的，各種創新高，年底一算不賺錢，那就這麼個情況。我們再看看這個胡一靜老師啊，也好久沒聊胡一靜老師了，主要是因為胡一靜老師他那個步調啊，咱跟不上。他評論這個國家大政方針啊，還有評論一些什麼對日，對吧？對啥這個對斯里蘭卡各種方針，咱們是不能評價的，一評價就發不出去啊，只能對老胡啊，對這個社會新聞呢的評論，咱們看一看，說兩句還可以。老胡能觸及的領域不是咱們能觸及的，對吧？咱們不能聊，所以這個大家也知道啊。前不久啊，不是網上傳出姜昆和一些老藝術家在美國洛杉磯的豪宅裡面唱愛國的歌曲，對吧？歌唱祖國，還什麼我與我的祖國啊，一刻也不能分離。就這個事情，胡一靜老師啊，好像發了一個評論，他說啊，他首先啊，他交代清楚，再一次交代啊，說老胡的所有親人都在中國國內，我在國外也無一分一厘的財產。這話怎麼說呢？就我選擇相信啊，這個純粹信不信由個人，對吧？你也可以不信，因為畢竟加托老師，對吧？在被人抓現行之前啊，他也是堅決不承認自己在美國買房了。做節目啊，媒體採訪，上電視台，自己寫那個文章都不承認自己在美國有房子。後來被人扒出來之後啊，他才承認自己在美國有個小房子。這個大家都知道吧？那你能保證胡一靜老師現在是在哪個階段呢？萬一被人扒出來說在海外，對吧？在美國買了房子，那他也說我只是買了個小房子，跟加托老師一樣，是吧？所以說信不信看個人啊，你可以不信，但是我選擇相信啊，我相信這個胡一靜啊，他在國外沒有一分一厘的財產。胡一靜說啊，他說但我想說啊，我接受有一些人選擇把一部分生活安排到國外，主要是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不能輕易的定義他們不愛國，也不能以此視他們虛偽。我們是長期對外開放的大國，部分國人移民外國，或者他們居住地和他們親屬的國籍與外國有交叉，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有這樣的情況反而怪了，身居國外的人就不能愛國了，再愛國就是虛偽了。如此絕對的價值判斷絕不應該是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輿論邏輯，這不僅會壓制愛國統一戰線的擴大，還會鼓勵輿論
的偏激，有容乃大，一般小國做不到，但中國必須做到。胡信最後说他說当然了，网上很多情緒都有值得理解的来龙去脉，老胡也想提醒经常在国外生活的名人，充分了解国内舆論场的语境，管理好自己的海外生活信息，尽量避免搞出可能不当发酵的噱头，避免对国内网友形成刺激。最后我想说，这是一个相对敏感地带，在这里故意带对立节奏是非常不应该的，以此制造流量，收割利益，尤其是网上公德背道而驰。这个评論就对吧，是胡锡进老师标誌性的评論，和稀泥各打几十大板，对吧？他前面評論其實挺正常的到後面話鋒一轉，先是告誡那些對吧身居國外的那些名人你們低調一點，收斂一點，然後再話鋒一轉，對國內你這些人不要帶節奏，不要吃這樣的流量，制造噱頭。關於這個名人跑到國外去，然後愛國，我以前也做過一個節目評論過，我覺得這個叫言行一致就行了。我們這個鄙視的是夾頭老師那種，對吧？明明他很愛美國，是愛而不得，跑到美國去買房，把孩子送到美國，這個沒毛病但是他偏偏又在國內天天罵美國，說美國不行，忽悠他的粉絲痛恨美國，這個做法遭到咱們的這個反對。而等到夾頭老師這種人到了美國，然後高唱愛國，那你說當然會遭到反噬，對吧？只要言行合一，你願意到美國生活，願意到加拿大，到西方發達國家，這是你的權利人都有這樣的權利，如果沒有這樣的權利，就哪來的移民呢？對吧？那國家把門一關上不就完了嗎？誰也別想移民，誰也別想走，誰讓你生在這兒了？移民是一個人正當的權利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有權利選擇去這個世界上哪兒去生活，但是就看人家要不要你，你就夠不夠條件，你有沒有那個能力。這個你所在國他是不會管你的，對吧？說不讓你移民你是什麼高精尖人才是嗎？不讓你走。所以說移民是可以的，對吧？你有權利選擇去哪兒生活，你有權利選擇到美西方甚至到俄羅斯生活，然後你依然說我愛我的祖國，這也沒毛病。因為他移民的原因有很多種但是我們反對的是哪種呢？對吧？你在國內天天說那個國家不好，然後自己也偷偷的在那兒買房，把孩子送那兒去，然後等他退休了一下跑過去，或者在國內掙不到錢了，一下跑那兒去開始高唱愛國，那這個是對吧？大家鄙視。所以說這些老藝術家他在美國高唱愛國歌曲沒毛病，主要看他的言論言行是不是一致，他是不是在國內天天宣揚說美國完蛋了，美國在走下坡路，美國這個的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美帝對吧壞透了，對吧？一直在給咱們挖坑，美國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又是什麼中產斬殺線，是不是在宣傳這些東西？如果他沒有宣傳這些東西，對吧？他是理性看待美國，那人家有什麼對吧？你有什麼資格不讓人家去美國呢？人家也有權利在美國高唱愛中國，這沒毛病最後這個胡錫進老師發了一通感慨說年齡越大，一年一年走得越快，所以人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個星期。過去的日子大多在回憶中都是美好的，因為那時的你比之後的你年輕。胡錫進老師感慨實際上有這種感慨的人一般是生活比較富裕，比較富足，沒什麼煩惱。那胡錫進老師恰恰就是這種人，但是叫容顏易老，對吧？他現在退休金2-3萬，然後收入不菲然後股市又賺錢了，春風得意馬蹄疾，只是年紀大了，有點力不從心，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說他就當大部分牛馬在為生活奔波操勞的時候為收入焦慮，對吧？為按揭貸款焦慮的時候，他是為他身體覺得這個不再年輕而感到遺憾。總之人不是有這樣的焦慮，就有那樣的焦慮。當胡錫進老師不再為錢焦慮的時候，他就開始焦慮他的年紀，歲月不饒人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